咱的大自然环境。文明的现代人，敢有比英国人较好食困的？心肝头敢有较快活自在无？现主时，台湾的好野甲散车，拢平平有通食清，是安怎？好野人要是吱吱叫，先趁都袂满足。散车的嘛讲伊是弱势者，着爱更较济的社会福利来帮赞甲救济咧。搁进一步来讲，4块连长的环境，你有介意无？有舒适无？这会咸酸苦涩的滋味，一人一样拢袂相像。论真来讲，咱嘛真常听到人定胜天的讲法，为着眼前的利益，就大主大意去起造水坝、滥山开垦、采矿测查，搁较含的，就去设计改变河川地形、开发山坡地、湿地，无所不至的出头，毋管安怎变，好康拢是一时尔，跳无几工，就随去踢着铁棒休休死。刷落去，什么地层下陷、土石流、山崩地理的灾厄，拢无停困过。袂输有贵甜心安尼，先白都袂离。用一句上简单话来讲，做到落尾，只是一寡害家己、害众人、害着咱所徛起的环境、大自然，正经是假熬尔，较有外熬咧。大自然的物件，济阁好耍，水阁好用，有花有草，有树仔通爬，有果子仔通食，有水通游，有光景通看，有鱼虾通掠。若莫变过头，讨济用，决定袂治本。嘛个几百冬所起造的文明，拢是咧算断咱的自然环境，开家己的观察本，也无去想后步通留互子孙豆豆仔用。即阵嘛舞甲强要臭火焦，无药医啊！一个好野人，准有比山较悬的家伙，犹袂堪折出一个败家仔囝，乌白粉乱舞一张头，无讲毋若是出一个尔。若会当反倒转来检讨，用谦卑的心情接认毋对，互众人拢有宽容，保守大自然的北长，咱才有救。也若无，地球敢若一粒，顶后用尽开煞，人就无路通去，等断种尔。即阵来做是有较晚淡薄啊，毋过若毋紧要去做，恐惊会袂富市。作者：那纯粹。